正大消息来看，侯友宜今仔日到彰化，伫个县长王惠美的陪同下，甲地方的乡亲来博感情。啊，伫最后100多天冲刺的同时，传出讲侯友宜阵营甲国民党的高层已经有共识，会甲非立阵营来合作，敢若塞一组的人出来选总统，而且会伫1个月内公布到总统的人选。最高专心听导览，国民党总统参选前侯友宜有彰化县长王惠美和刘义谢依凤的陪同来到彰化，和乡亲博感情。咱的这侯市长过去嘛真重视，真来关注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彰化过去的这个乡亲吼。那小刷和南营14个县市首长地方头人出面见面，成立全国竞争。传出侯友宜阵营和南营的高层已经真大包，王惠的阵营推出一组人马参选总统。不过，后办镇长金普聪的底线就讲，侯友宜袂当做副手。就伫侯友宜咧拼战的同时，意外嘛野了。8月初9，伫咧安溪轻铁机场一个房车来拆救出来单身生，敢若因为工地安全防护无够，为编好烧落来，地数数据伴随。落尾新北财运局敢若到急诊室关心，新包商新亚建设嘛要求家属签是家己私底下偷走未来1份的收款书，想要相骗责任。他说新北有事，还是侯友宜的事。林先生的这个公安意外，从头到尾显示出了侯市府团队跟他的承包厂商的无能跟欺骗。到现在为止，检验局还是在继续关心当中。我还是新北市的市长，新北市的任何事情，我都会持续的关心。想要伫咧菲律宾公主气候在进前，侯友宜爱先面对新北市政严严。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